用最香港嘅方式同2025年講再見，穿過燕岩竹林，直奔香港之巔大帽山，去尋找屬於呢座城嘅年代巔峰答案。我哋而家出發，下一站大埔墟。今年最後一程都係由大埔墟出發，搭23K 小巴嚟到呢個新屋街，一條寧靜嘅香港鄉村。行去圓墩下，和朋友翠竹挺拔，清幽舒服。轉入泥路，見到一座宗祠，側邊就係上山野徑，一入去就係濕潤幽深嘅北部原始森林。雖然係冬日，林下依然有成片紫色野花，裝點成花落迎接我哋。此處密林深深，陽光穿過高大樹木，照落我面，成個深似野花盛放，攀援樹藤向上，追光而去。而燕岩最出名嘅就係佢嘅香港最靚竹林。穿過呢片俾陽光映亮嘅綠色通道，自己都好似變咗為盡名士，過放亮節，無憂無慮。由燕岩上到燕岩頂呢段山路，原始又野性，係行山友最鍾意嘅山徑類型。越行越高，好似征服咗呢一片無主之境，成為咗成片山野嘅主宰。喺660米高處，見到大埔同沙田嘅開闊城景，有一種俯視眾生、高高在上嘅滿足感。似陽光下生出嘅新芽，生機勃勃咁向上生長。行落燕岩頂，嚟到一個三叉路口，呢邊右邊唔同寨，呢邊左邊麥理浩徑8段。行出最後呢段陽光燦爛、綠意蓬勃嘅草叢，好似時間倒流，行返嗰段青春嘅時光。前面展開一片連綿山巒，直接上麥理浩徑第8段，轉右上坡，已經可以望到遠處大帽山頂嘅雷達站，帶住征服咗燕岩頂嘅雄心繼續行。當城市輪廓喺腳下慢慢鋪展開，2025年最後一日，我企喺一個全新嘅高度，行過一條唔一樣嘅香港天際線，向住奇石突出嘅山路，朝四方山進發，荃灣青衣嘅景色亦逐漸呈現。呢段路冇咩樹，路徑闊落，一路攀住巨石嶙峋，不停向更高處進發。高處見到香港東西連貫成一片，盡收眼底，可以自由自在咁喺四方山闊落嘅山頂四處行走，心胸洞開。似呢邊山海廣闊，雲天冇涯，心情擁抱成個香港城嘅繁華等溫度。沿麥徑8段離開四方山，見到呢個涼亭，向荃錦公路方向，順住水泥路向大帽山山頂進發。大帽山北坡870米高嘅位置，有間荒廢石屋，俾俄羅斯藝術家繪上栩栩如生嘅貓仔，成為咗大帽山熱門打卡點。貓屋喺貓屋可以見到開揚嘅香港北部及遠處嘅深圳城，山水相連，景觀壯麗，氣勢磅礴。中間凸起嘅雞公嶺同大刀人，亦可以居高臨下，一眼睇晒。繼續迎光而上，終於嚟到大帽山山頂。香港之巔，呢度好似伸手掂得到青衣大橋，可壯覽全城，山海交錯。遠方青馬大橋又成一條線，喺夕陽下閃閃發光。開始落山啦，沿大帽山道向下，沿途有唔少觀景台，南面冇咩景，但北面開揚，幅員遼闊。坐低放空下自己，一流。沿住大帽山道，亦即係麥理浩徑第8段嘅最後一段，嚟到荃錦坳，
見到大帽山郊野公園嘅標誌木牌就係終點。喺荃錦公路搭51號巴士出荃灣。2025年收官之旅，到香港最高點，祝福咁多位。2026都要不斷向上，成為更好嘅自己。